先来进一步来讲，拄则这个新闻，这个中华县卫生局主动来采检到为美国返来台湾无症状的少年家，结果是确诊患着新冠病毒，所互政府单位来调查，引发着各界的大喊话。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来提出一个质疑哦，就是这人为国外返来，就要做居家检疫，袂当来出门。但是安怎会当互因出门，搁到病院去做采检呢？中华县的卫生局长透过电话访问，再一次来强调讲，拢有按照规定来行。居家检疫者怎么会跑出来的呢？有漏洞吗？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日记者会针对中华县卫生局采检美国返来台湾检疫中的少年囡仔，发现确诊这个代志提出质疑。当时中华县卫生局长叶元碧是安尼讲的：都会在卫生局全程的掌握当中，安全的就医采检。伊讲安排居家检疫者出外采检，拢有专程掌握伫安全的情形下进采检。到底专程安全安怎？大家拢真想要问，再去叶元碧请假透过电话回应。那中央也规定，你要去就医采检，优先以自行开车前往或是家人接送为优先。意思就是讲，卫生局无派人去接送这个采检的个案，伫这个过程中敢未发生问题。我们都完全依照中央的一个标准，然后你家属保持适当的距离，戴着口罩，那就可以直接送到医院，采用我们的这个检疫的一个这个走的一个路线进去，也不会跟民众去做接触。县长王惠美甲叶元碧立场同款，是讲强调。民众采检若是无人会使接送，会使靠129坐救护车去病院。除了检疫者出外采检的疑问以外，但是中嘛讲，中华卫生局无镜头采检超过3位数，而且无事先通知。王惠美嘛做出回应。对这个高风险的接受防疫的这些国外回来的，或者说已经有症状的他的家属，那以及我们的第一线的警消人员，以及有一些外籍移工的部分，我们有做这方面将近1万人的这个抽血的一个血清检验。中央甲地方讲的无啥共款，王惠美强调讲，因采检居家检疫者，中央拢知影。